各位朋友，尤其係60歲以上嘅叔叔姨姨，我今日真係想同大家講一樣好重要嘅嘢。你屋企雪櫃入面，係咪成日都有椰菜？有啲人會攞嚟煲湯，有啲人會攞嚟炒餸，有啲人更加會買一包包椰菜汁，每朝飲一包，覺得咁樣可以養胃清腸排毒，甚至覺得椰菜咁健康，日日食都唔會有問題啦。聽落好似好合理，係咪？因為椰菜一直都俾人叫做養胃菜，好多香港家庭，尤其係上咗年紀之後，胃口差、胃脹、消化唔好，就會諗起椰菜。仔女有時都會買啲椰菜汁、蔬菜汁俾爸爸媽媽，心諗呢啲天然啲，飲咗應該對身體好。但問題就係，過咗60歲之後，身體已經唔同後生嗰陣。你後生嗰陣食落去冇事嘅嘢，去到60歲、70歲，未必仲係咁簡單。尤其係腎臟，佢唔會好似胃痛咁即刻話你知，亦唔會好似膝頭痛咁一喐就提醒你。腎臟好多時係靜靜地捱，靜靜地頂，等到你發現腳腫、面腫、尿少、尿有泡，甚至驗血先知道腎功能跌咗，嗰陣可能已經唔係一兩日嘅事。所以今日呢條片，我唔係想嚇大家，亦唔係想講椰菜有幾可怕。相反，椰菜本身係一種幾好嘅蔬菜，問題唔係椰菜本身，問題係你點樣食，食幾多，係咪日日食，仲有你本身腎功能好唔好。有兩種食法，對年輕人可能問題唔大，但對60歲以上，尤其有高血壓、糖尿病、腎功能偏弱嘅朋友，就真係要小心。第一種，就係成日飲樽裝或者包裝椰菜汁，尤其係嗰啲味道甜甜地、飲落好易入口嘅健康汁。第二種，就係食好多葉椰菜、泡菜、鹹菜，或者椰菜合完之後，仲要點好多豉油、辣醬、麵豉醬。你以為自己食緊菜，好健康，但其實你可能同時食入好多糖、好多鈉，甚至某啲濃縮成分，對本身已經辛苦嘅腎臟，可能係另一種負擔。今日呢條片，我會同大家講清楚，邊兩種椰菜食法，60歲之後最好唔好亂嚟，同埋邊兩種食法，會比較溫和實際，適合大部分長者日常參考。如果你平時有飲椰菜汁，或者屋企人經常買健康蔬菜汁俾你，呢條片你一定要睇到最後。如果你平時好鍾意食葉菜、泡菜、鹹椰菜，甚至覺得食飯冇鹹嘢唔開胃，你更加要留心。因為有時傷腎嘅，未必係大魚大肉，反而係你日日以為好健康、好普通、好安心嘅習慣。尤其係60歲之後，飲食唔可以再用一句天然就一定好去判斷。天然嘅嘢都要睇份量，健康嘅食物都要睇做法。對某啲人好嘅方法，未必一定適合你。如果你本身有高血壓、糖尿病、腳腫、尿有泡，或者醫生曾經話你腎功能要留意，今日呢個內容真係值得你認真聽一聽。因為腎臟一旦長期受壓，唔係食一兩日補品就可以補返。但好消息係，好多日常習慣，其實由今日開始改都未遲。你唔需要即刻戒晒所有嘢，亦唔需要聽到椰菜就驚。你只需要知道，邊啲食法要避開，邊啲做法可以簡單啲、安全啲、適合自己多啲。今日我會用最容易明嘅方式，同大家一步一步拆開嚟講。先講腎臟點解過咗60歲會變得咁敏感，再講兩種最容易忽略嘅錯誤食法，最後再教大家兩個比較穩陣嘅食法。記住，今日唔係叫你唔好食椰菜，而係想你識得食，食得啱，佢可以係餐桌上好好嘅蔬菜。食錯方法，日日食餐餐食，又甜又鹹咁食，就可能令身體慢慢受壓，而你自己都未必即刻察覺。好，而家我哋先由一個好重要嘅問題開始講起。
點解60歲之後，腎臟會咁容易靜靜地出事？點解有啲人一直冇痛冇唔舒服，但一驗血，先發現腎功能已經跌咗？下一段，我哋就由你每朝去廁所見到嘅尿液開始講。減號減號減號。好，我哋而家由一個好簡單，但好多人日日都忽略嘅地方開始講。就係你每日朝早第一次去廁所嗰陣，見到嘅尿。好多叔叔姨姨都會留意血壓血糖，會記得食藥，會記得量體重，但好少人會認真望一望自己嘅尿液。其實，對60歲以上嘅人嚟講，朝早第一泡尿，好多時就好似身體俾你嘅一封信。你唔需要識好多醫學名詞，亦唔需要即刻自己嚇自己。但你要識得分辨，邊啲變化係普通，邊啲變化係身體提醒你，喂，腎臟可能有啲辛苦啦。第一個要留意嘅，就係尿入面有冇好多泡。唔係話一有泡就一定係腎有事，因為有時尿得急水力大，或者飲水少，尿液濃啲，都可能會有泡。但如果你發現啲泡好多，好似啤酒泡咁，一層一層浮喺面頭，而且過咗幾分鐘都唔散，沖水之前仲係見到好多泡，咁就唔好當冇事。尤其係連續幾日都係咁，就真係要留心。因為正常情況下，腎臟就好似一個好幼細嘅濾網，應該幫你留住身體需要嘅蛋白質，再將廢物同多餘水分排出去。但如果呢個濾網開始受損，有啲蛋白質就可能漏咗入尿入面。尿入面蛋白質多咗，就容易出現啲久久唔散嘅泡。所以，尿有泡唔係叫你即刻驚到瞓唔着，而係提醒你，應該揾醫生驗一驗尿，睇下有冇蛋白尿，或者做一個尿液白蛋白同肌酐比例檢查，英文通常叫 ACR。第二個要留意嘅，就係尿嘅顏色。正常嘅尿，多數係淡黃色，飲水多啲會淺啲，飲水少啲會深啲。但如果你朝早嘅尿成日都好深色，好似濃茶咁，又或者混濁到好似有啲霧，有啲沉澱咁，咁就唔好淨係諗，可能我尋晚飲水少啫。有時尿色深，可能真係同飲水少有關。但如果伴隨住尿味好重，尿量少，腰背唔舒服、發燒，或者身體覺得好攰，就要更加小心。對長者嚟講，尿液混濁有機會同泌尿道感染有關，尿色長期異常亦可能反映身體代謝或者腎臟負擔增加。尤其係有糖尿病嘅朋友，更加唔好拖，因為糖尿病同腎臟係好密切嘅，血糖長期高，就好似啲甜黐黐嘅液體，慢慢傷害血管同腎入面嗰啲微細濾網。你未必即刻有感覺，但腎臟其實可能已經靜靜地承受緊壓力。第三個要留意嘅，就係面腫同腳腫。好多香港長者朝早起身照鏡，見到眼皮有少少腫，可能會話，年紀大係咁㗎啦，瞓得唔好啫。夜晚除襪嗰陣，見到腳踝有一圈襪痕，又可能會話，行得多啫，坐得耐啫。當然，面腫腳腫有好多原因，唔一定全部都係腎。心臟、肝臟、靜脈循環、藥物副作用，都可以令身體水腫。但問題係，如果你成日朝早眼皮腫，下午腳踝腫，手指戴戒指突然覺得緊，鞋突然覺得窄，按一按小腿，個凹位好耐都唔彈返上嚟，咁就唔好再用年紀大3個字打發自己。因為腎臟其中一個重要工作，就係幫你調節身體入面嘅水分同鹽分。如果腎臟排水能力下降，水分就可能留喺身體入面，最常見就係面腳踝慢慢腫起嚟。尤其係你本身又食得鹹，鍾意醃菜湯底、豉油、蠔油、午餐肉、火腿、即食麵，咁身體更加容易流水。第四個要留意嘅，就係尿量突然少咗。有啲人會覺得，
年紀大咗，去廁所少啲都正常啦。但如果你明明飲水差唔多，天氣又唔係特別熱，冇大量出汗，但成日覺得尿少咗，或者去廁所去極都係得少少，甚至個人覺得腫脹、好攰、冇胃口，就唔好拖。尿量明顯改變，係身體一個好實際嘅警號。尤其係長者，唔好自己亂食利尿茶、亂飲草藥、亂用偏方，希望谷返啲尿出嚟。因為如果腎臟本身已經弱，亂用利尿嘅嘢，有時反而會令身體水分同電解質更加亂，甚至影響心跳同血壓。呢個時候，最穩陣嘅做法唔係估，而係驗。去問醫生，驗血睇 creatinine， 睇 eGFR， 驗尿睇 ACR， 再加埋平時喺屋企量血壓。呢幾樣嘢，先可以比較清楚知道腎臟而家係咪真係受緊壓力。我知，好多長者一聽到驗血驗尿就會覺得麻煩。有啲人會話，我又冇痛，又行得食得，應該冇事啦。但腎臟最令人擔心嘅地方，就係佢好多時真係唔會痛。胃唔舒服，你會胃脹、胃痛；膝頭唔舒服，你會行路痛；心口唔舒服，你可能會胸悶、氣促。但腎臟呢？好多時佢係靜靜地幫你做嘢，靜靜地捱住，直到功能跌咗一大截，你先開始見到明顯變化。所以我成日同啲叔叔姨姨講，60歲之後，唔好等到痛先去理。尤其係你有高血壓、糖尿病、膽固醇高、痛風、心臟病，或者屋企人曾經有腎病，你更加要定期檢查。仲有一點好重要，就係血壓。好多香港人覺得血壓高只係頭暈、頭痛嘅問題。其實長期血壓高，最怕就係傷血管，傷腎入面嗰啲細到你睇唔到嘅微細血管。腎臟入面嘅濾網，本身就係由好多好幼細嘅血管組成。如果血壓日日都高，就好似用好大水壓去沖一個已經老化嘅濾網，沖得耐，個濾網自然會鬆、會裂、會漏。到時尿入面出現蛋白，腎功能慢慢跌，身體開始水腫，人開始冇精神，嗰陣先處理，就會辛苦好多。所以，由今日開始，我想大家養成一個簡單習慣，朝早去廁所，花10秒望一望，睇下尿有冇好多泡，啲泡散唔散，睇下尿色係咪太深，係咪渾濁，再留意下自己朝早眼皮有冇腫，夜晚腳踝有冇腫，尿量有冇突然少咗。呢個習慣唔使錢，唔使買儀器，亦唔需要好複雜，但佢可以幫你早一步發現身體嘅變化。如果你發現有以上幾樣情況，唔好自己亂估，亦唔好即刻聽人講飲咩汁、食咩菜、煲咩草藥。你最應該做嘅，就係帶住呢啲觀察，去同醫生講清楚。例如你可以講，醫生，我呢排朝早尿好多泡，幾分鐘都唔散，腳踝又有啲腫，可唔可以幫我驗下腎功能同尿蛋白？咁樣講，醫生就會更加容易幫你安排合適檢查。記住，早啲知道唔代表一定有大病，早啲知道，反而係俾自己多一個機會，喺問題未嚴重之前，調整飲食，控制血壓，控制血糖，減少腎臟負擔。而今日我哋講椰菜，其實就係同呢件事好有關。因為當腎臟仲健康嘅時候，你食一碟椰菜，可能只係普通蔬菜。但當腎臟已經開始弱，你又日日飲濃縮椰菜汁，或者成日食鹹椰菜、葉菜，點好多醬料，咁原本普通嘅習慣，就可能變成腎臟嘅額外壓力。所以，喺講邊兩種椰菜食法要小心之前，你一定要先明白一件事。60歲之後，腎臟點解會變得咁容易受傷？點解有啲人食同一樣嘢，後生時冇事，到年紀大咗就出問題？下一段，我哋就用一個好簡單嘅比喻，
講清楚你身體入面呢個濾水器到底點樣一日一日變弱。減號減號減號。好，上一段我哋講到，朝早第一泡尿，其實係身體俾你嘅一個好重要提示。如果尿好多泡久久唔散，尿色長期好深或者混濁，腳話成日腫，面朝早腫，尿量突然少咗，呢啲都唔應該再用一句年紀大係咁去解釋。咁點解60歲之後，腎臟會變得咁容易受傷呢？我哋可以用一個最簡單嘅比喻，你可以將腎臟想象成屋企嘅濾水器。後生嗰陣，個濾芯好新，好乾淨，水流過去，雜質隔走，清水流出嚟。但用咗幾十年之後，個濾芯開始舊，入面啲細孔開始鬆，有啲地方開始塞，有啲地方開始漏。呢個時候，如果你仲日日倒好多濃縮飲品，好多鹽，好多糖，好多加工食物落去，個濾芯自然會更加辛苦。腎臟就係咁，佢日日幫你過濾血液，幫你排走身體唔需要嘅廢物，幫你調節水分、鹽分，仲要幫你維持血壓同身體入面好多微細平衡。你瞓覺嗰陣，佢都冇停；你行街嗰陣，佢都冇停；你食嘢嗰陣，佢更加要加班幫你處理。好多朋友以為腎臟只係排尿咁簡單，其實唔係。你飲入去嘅水，食入去嘅鹽，身體代謝出嚟嘅廢物，血液入面多餘嘅酸性物質，甚至某啲藥物代謝之後嘅成分，好多都要經過腎臟處理。所以腎臟唔係一個普通器官，佢係你身體入面一個好精密、好忙但又好少出聲嘅清潔系統。而呢個清潔系統最核心嘅地方，就係腎入面一個個好細好細嘅過濾單位。你可以想象成好多張極幼細嘅濾網，呢啲濾網要做到一樣好困難嘅工作。身體需要嘅蛋白質、血球唔應該流出去，身體唔需要嘅廢物、多餘水分就要排出去。聽落好似簡單，但其實要求非常高，因為呢個濾網太幼細、太精密，亦太容易受血壓、血糖、發炎同飲食習慣影響。後生嗰陣，身體修復能力好，血管有彈性，食菜一兩餐，或者飲水少啲，可能好快就調整返。但60歲之後，情況就開始唔同，血管冇以前咁有彈性，代謝冇以前咁快，肌肉量慢慢少，身體儲水同排水嘅能力都會變化。腎臟嘅過濾能力，亦都可能隨住年紀慢慢下降。呢個下降未必係突然發生，唔係今日好好地，聽日就即刻壞。佢多數係一年一年，一日一日咁慢慢變弱。所以最麻煩嘅地方就係，你未必感覺到，你照樣可以行路，照樣可以食飯，照樣可以同朋友飲茶，照樣覺得自己冇乜大問題。但身體入面嗰個濾水器，可能已經比以前辛苦好多。尤其係有3類人，要特別留意。第一類，就係有高血壓嘅朋友。血壓高唔係淨係怕爆血管，唔係淨係怕中風。長期血壓高，對腎臟入面啲微細血管，係一種日日都存在嘅壓力。你想象下，一條已經老化嘅水管，如果日日都用好大水壓沖入去，短時間可能未爆，但時間一耐，水管壁會變硬，接駁位會鬆，甚至有啲地方會滲漏。腎臟入面啲濾網都係咁，血壓長期高，濾網就會受壓。濾網一受傷，尿入面就可能開始流出蛋白，而蛋白尿就係好多腎病早期一個好重要嘅信號。第二類就係有糖尿病嘅朋友，血糖高對全身血管都有影響。尤其係眼睛、腳部神經、心臟同腎臟。好多香港長者都知糖尿病會傷眼，會影響腳，但未必知道，糖尿病其實亦係傷腎嘅常見原因之一。血糖長期控制唔好，
就好似啲糖黐住細血管，令血管慢慢發炎變硬變脆。腎臟入面啲濾網本身就好細，一受影響，過濾功能就會慢慢下降。所以有糖尿病嘅朋友，就算你冇痛、冇腫、冇唔舒服，都應該定期驗尿蛋白同腎功能。唔好等到腳腫、尿有泡、血壓突然難控制，先至驚。第三類，就係長期食好多藥，或者經常自己買止痛藥、成藥保健品嘅朋友。我唔係叫大家唔好食醫生開嘅藥，血壓藥、糖尿藥、心臟藥，呢啲好多時係保護你身體嘅重要工具，千祈唔好自己停。但問題係，有啲人除咗醫生開嘅藥之外，仲會自己加好多嘢。今日聽人講呢隻保健品補腎，就買；聽人講嗰隻草藥排毒，就飲；周身骨痛，就自己買止痛藥食幾日；胃唔舒服，又自己買成藥食。一樣兩樣未必即刻出事，但樣樣加埋，腎臟就要幫你處理更多負擔。尤其係年紀大咗，腎功能本身已經冇後生咁強，如果再亂用藥亂食補充品，風險就會高好多。所以60歲之後，最重要唔係乜都唔食，而係要知道自己身體而家承受得到幾多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大家記住一句說話，同一樣食物，對唔同身體狀況嘅人，效果可以完全唔同。一個後生，腎功能正常，冇高血壓冇糖尿病嘅人，食一大碗菜，可能只係健康飲食。但一個70歲，有糖尿病，有腎功能下降，又要限制鉀質同鈉質嘅人，食同一樣嘢，可能就要計份量，計煮法，甚至要問醫生或者營養師。所以，唔好再用一句呢樣好健康去判斷所有人都啱。健康食物，都要睇人。天然食物，都要睇份量。清淡食物，都要睇點樣煮。就好似椰菜咁，椰菜本身唔係壞嘢，佢有纖維，有維他命，對好多普通人嚟講，可以係一種幾好嘅日常蔬菜。但如果你將椰菜變成濃縮汁，日日飲，一日1、2包，又唔睇糖分同成分表，咁就唔再係普通食一碟菜咁簡單。又或者你將椰菜醃到好鹹，整成泡菜、鹹菜、醃菜，日日配飯食，仲要加豉油、辣醬、蠔油，咁問題就唔係椰菜，而係鹽分同鈉質太高。腎臟最怕嘅其中一樣嘢，就係長期過量負擔。一日2日，佢可能幫你頂到；1年2年，佢可能仲未出聲。但5年、10年咁落去，個濾網就慢慢變弱，到你發現尿有泡、腳腫、血壓越嚟越難控制，甚至驗血見到 eGFR 跌咗，嗰陣先回頭睇，可能先發現原來自己好多習慣，其實日日都喺度增加腎臟壓力。好多叔叔姨姨會問，咁我係咪乜都唔食得？唔係，我哋今日講呢啲，唔係想令大家驚到唔敢食嘢，相反，係想你食得更加明白。你知道腎臟係點樣工作，你就會明白，點解60歲之後唔可以再亂飲濃縮健康汁。你知道腎臟怕高血壓，你就會明白，點解一碟鹹椰菜，一碗好鹹嘅湯，一啖又一啖嘅醬料，唔係小事。你知道腎臟入面啲濾網好幼細，你就會明白，點解糖尿病同高血壓要控制好，唔可以淨係靠感覺。因為腎臟唔會成日大聲叫痛，佢多數係靜靜地承受，而你要做嘅，就係唔好等佢頂唔住先理。特別係香港生活，好多飲食習慣其實都幾重口味。茶餐廳一碟碟頭飯，汁多；雲吞麵、牛腩麵，湯底鹹；燒味飯，有豉油，有薑蔥油；打邊爐，有湯底，有醬料；早餐食火腿通粉，餐肉蛋治，鈉質都唔少。如果平時已經食得偏鹹，
再加埋日日飲所謂健康汁，或者晚晚食葉菜開胃，腎臟就好似一個已經用咗幾十年嘅濾水器，仲要你日日倒濃水、鹹水、糖水入去。你話佢辛唔辛苦？所以由今日開始，我唔係叫大家即刻變到好極端，唔係叫你餐餐計到好精準，亦唔係叫你一世唔再食自己中意嘅嘢，而係要有一個基本意識。過咗60歲之後，每一樣食物都唔應該只問佢健唔健康，你更加要問我而家嘅身體狀況適唔適合咁食，我有冇高血壓，我有冇糖尿病，我腎功能 eGFR 係幾多，我尿入面有冇蛋白，我係咪成日腳腫，我醫生有冇叫我限鹽、限鉀、限水，呢啲問題先係真正保護腎臟嘅關鍵。椰菜亦都一樣，你唔需要因為今日呢條片就覺得椰菜好恐怖。你要知道嘅係，椰菜點樣食先比較合適，點樣食可能會令腎臟更辛苦。接落嚟，我哋就正式講第一種最容易被忽略嘅錯誤食法。呢種食法，好多長者都以為係養胃，係健康，係天然。甚至有啲仔女會成箱買返屋企，送俾父母飲。但對60歲以上，尤其係有糖尿病、腎功能弱，或者需要控制鉀質嘅朋友嚟講，呢個習慣真係要小心。就係樽裝包裝，或者濃縮嘅椰菜汁。減號。好，講到呢度，我哋正式入第一個好多長者最容易中招嘅椰菜食法。就係成日飲樽裝包裝或者濃縮嘅椰菜汁。我知，講到椰菜汁，可能好多叔叔姨姨即刻會話：吓，椰菜汁唔係養胃咩？我胃脹、胃酸、胃唔舒服，飲咗好似舒服啲喎。係，椰菜本身的確係一種唔錯嘅蔬菜。好多人成日講椰菜對胃好，亦都係因為椰菜入面有膳食纖維。有某啲植物營養素，平時用嚟煮餸、煲湯、蒸熟食，對好多普通人嚟講，係可以作為日常蔬菜嘅一部分。但問題就係，一棵完整嘅椰菜，同一包濃縮椰菜汁，已經唔係同一回事。你食一碟椰菜，係要咀嚼嘅，你會慢慢食，會連埋纖維一齊食落肚，身體吸收會慢啲，飽肚感會強啲。對血糖嘅影響通常都冇咁急，但你飲一包椰菜汁，幾咁就飲晒。本來要慢慢咬、慢慢消化嘅蔬菜，變成一杯液體，入到身體嘅速度快好多。更加重要係，椰菜榨汁或者做成濃縮汁嘅過程入面，好多纖維都會被隔走。大家要記住，纖維唔係廢物，纖維就好似一個緩衝墊，幫你拖慢吸收速度，幫腸道蠕動，亦令食物入到身體之後冇咁快造成負擔。當一樣蔬菜失去咗好多纖維，只剩低水分同濃縮成分，身體處理起嚟就完全唔同。對後生人嚟講，偶爾飲一包可能冇乜特別感覺，但對60歲以上，尤其係有糖尿病、腎功能偏弱，或者醫生叫你留意鉀質嘅朋友，濃縮蔬菜汁就真係唔可以日日當保健品咁飲。仲有一個更加容易忽略嘅問題，就係市面上好多所謂健康蔬菜汁，未必係純椰菜。你以為自己飲緊椰菜汁，其實成分表一睇，可能入面有蘋果汁、梨汁、葡萄汁、濃縮果汁，甚至有糖、糖漿、調味料。點解要加呢啲？因為純椰菜汁味道未必人人接受到，有啲人覺得有陣菜青味，有啲人覺得苦苦地，有啲人飲完會覺得胃脹。所以廠商為咗令佢好飲啲、甜啲、順口啲，就會加其他果汁或者甜味成分。你飲落去覺得，哇，好易入口，甜甜地，好健康。但身體收到嘅，未必只係椰菜。可能仲有一堆你冇留意嘅糖分，尤其係糖尿病或者血糖偏高嘅朋友，
呢點真係要小心。好多長者平時食飯已經好努力少食糖，飲奶茶叫少甜，食甜品又忍住唔食，但偏偏對住一包寫住健康、天然、蔬菜、養胃嘅飲品，就放低戒心，每日一包，甚至早晚各一包。結果自己以為好養生，其實可能每日都額外飲入一啲糖。血糖一高，最辛苦嘅唔單止係胰臟，腎臟都會受影響。因為腎臟入面嗰啲微細血管，長期浸喺高血糖環境入面，就會慢慢發炎變硬受損。到咗某個階段，尿入面開始有蛋白 ，eGFR 慢慢跌，嗰陣先發現，原來平時一啲以為健康嘅習慣，可能一直都喺度加重身體負擔。除咗糖分，濃縮呢兩個字亦都好重要。濃縮聽落好似好有效，好似營養更加集中，但對腎臟嚟講，唔係所有集中都係好事。你想象下，一碟椰菜，你可能食幾片葉，慢慢咬，身體慢慢處理。但一包濃縮蔬菜汁，可能用咗比你平時食更多嘅蔬菜量去製作，當中某啲礦物質，包括鉀質，亦可能變得比較集中。對腎功能正常嘅人，身體通常可以幫你調節鉀質，多咗就排走。但如果腎功能已經下降，腎臟排鉀嘅能力差咗，咁鉀質就可能喺血液入面累積。鉀質太高唔係小事，佢可以影響心跳，嚴重嘅時候可以令心跳變亂，甚至出現危險情況。所以有啲腎病患者，醫生或者營養師會叫佢哋留意高鉀食物，甚至某啲湯水、蔬菜汁、果汁都要控制。呢個就係點解我一直強調，60歲之後，尤其係已經有腎功能問題嘅朋友，唔好自己亂飲濃縮健康汁，唔好聽到天然就放心，唔好聽到蔬菜就覺得一定安全，更加唔好覺得我飲咗幾個月都冇事，就等於身體完全冇負擔。腎臟最麻煩嘅地方，就係佢好多時唔會即刻話你知。你飲完一包椰菜汁，唔會即刻腳腫。你飲一個星期，可能都冇乜感覺。但如果你本身血糖高、血壓高、腎功能偏弱，又每日飲，幾個月、幾年咁落去，個負擔就可能慢慢累積。好似一個舊濾水器，本身已經用咗好多年，個濾芯已經冇以前咁好。你如果間唔中倒一杯普通水落去，佢可能仲應付到。但你日日倒濃縮糖水、濃縮蔬菜水入去，入面又有好多佢要處理嘅成分，個濾芯自然會更加快攰。我以前聽過一個好典型嘅情況，有位70幾歲嘅伯伯，平時胃口麻麻，個女好孝順，見網上好多廣告話蔬菜汁養胃、清腸、保健，就買咗幾箱返屋企。伯伯每日早餐前飲一包，夜晚又飲一包。佢自己覺得好安心，因為唔係飲汽水，唔係飲酒，係飲健康汁。但佢本身有糖尿病，血壓又唔係好穩定，腎功能之前已經有少少偏低。幾個月之後，驗血報告出嚟，醫生話腎功能要再留意，鉀質同血糖控制都唔理想。當然，唔可以話全部都係椰菜汁造成，身體問題通常係好多因素加埋。但呢件事提醒咗我，好多長者最大嘅風險，唔係佢哋唔想健康，而係佢哋太相信健康產品呢幾個字。有時越係想養生，越容易飲多咗，越係覺得天然，越容易日日食，日日飲，完全唔覺得要計份量。所以由今日開始，如果你屋企有椰菜汁、蔬菜汁、濃縮菜汁，我唔係叫你即刻驚到全部倒晒，但你一定要做3件事。第一，睇成分表，睇下入面係咪真係只有椰菜，定係有蘋果汁、梨汁、葡萄汁、糖、糖漿、蜂蜜、濃縮果汁、其他甜味成分。如果你有糖尿病或者血糖高，
見到呢啲成分，就唔好當水咁飲。第二，睇營養標籤，留意每包有幾多糖，幾多碳水化合物，有冇標示鈉質或者鉀質。好多長者買嘢唔睇標籤，只睇包裝前面寫咩，但包裝前面通常寫得好靚，咩天然健康、養胃、無添加，聽落好吸引。真正重要嘅資料，通常喺後面細細隻字，你睇唔清楚，就叫屋企人幫你睇，唔好怕麻煩，呢幾分鐘可能幫你避開一個長期負擔。第三，睇自己身體狀況，如果你後生，腎功能正常，冇糖尿病，偶爾飲一次，問題可能唔大。但如果你60歲以上，有高血壓、糖尿病、腎功能偏低、尿蛋白、腳腫，或者醫生叫你要限制鉀質，咁你就真係唔好自己日日飲。最好拎個包裝影相，或者直接帶去問醫生、營養師，問清楚，我呢個身體狀況，可唔可以飲？飲幾多？一星期幾多次？會唔會影響血糖、鉀質或者腎功能？呢啲問題問清楚，比你自己估安全好多。仲有，唔好用椰菜汁代替真正食菜。好多朋友以為，飲咗蔬菜汁，就等於食咗菜。唔係咁計，真正食菜，你有咀嚼，有纖維，有飽肚感，食得慢，身體吸收亦都慢啲。飲汁就唔同，幾啖落肚，好快，纖維又少咗好多。對腸道同血糖嘅影響，唔可以同原棵蔬菜完全劃上等號。所以如果你想食椰菜，最簡單安全嘅方向，唔係追求一包包濃縮汁，而係返去最普通嘅方法，買一個新鮮椰菜，洗乾淨，切細，蒸一蒸，合一合，或者放入清淡嘅餸入面。食得慢啲，份量適中啲，唔好落太多鹽，呢個反而更加接近真正嘅日常健康飲食。我知，有啲人飲椰菜汁係因為胃唔舒服。如果你胃脹、胃酸、胃痛，長期靠椰菜汁頂住，其實更加應該睇醫生，揾出真正原因。係胃酸倒流？係胃炎？係幽門螺旋菌？係藥物刺激？定係飲食習慣問題？唔好長期用一包健康汁去掩蓋身體信號，因為胃未必真係好返，腎臟反而可能多咗一樣要處理嘅負擔。尤其係有啲長者，早上空肚就飲一包凍嘅蔬菜汁，飲完覺得胃涼涼地，好似舒服一陣，但其實對胃寒、消化慢、容易腹脹嘅人嚟講，凍飲未必適合。再加上入面如果有果汁、糖分，血糖又可能受影響。所以唔好淨係憑感覺話，我飲完好似舒服啲。要睇長遠，要睇血糖，要睇腎功能，要睇身體整體狀況。今日講椰菜汁，最想大家記住嘅唔係椰菜汁一定有毒。咁講太極端，亦唔準確。我想大家記住嘅係，完整蔬菜同濃縮蔬菜汁，唔係同一樣嘢。天然唔代表可以日日大量飲，養胃唔代表一定唔傷腎。尤其係60歲之後，任何長期入口嘅健康產品，都應該睇成分、睇份量、睇自己身體狀況。如果你而家屋企有一箱椰菜汁，或者仔女成日買健康汁俾你，你今晚就可以做一件事，拎出嚟睇下背面成分表。如果你睇到有濃縮果汁、糖漿、甜味成分，又或者你本身有糖尿病、腎功能偏弱，就唔好再當佢係每日必飲嘅養生品。你可以同屋企人講，我唔係唔領情，但我想先問清楚醫生，睇下適唔適合我。真正孝順，唔係買最多保健品，真正孝順，係幫父母揀適合佢哋身體狀況嘅嘢。而對長者自己嚟講，真正養生亦唔係越飲越多，越補越好，而係知道咩時候要停，咩時候要問，咩時候要改。
講完第一種錯誤食法，大家可能已經發現，原來好多所謂健康習慣都要重新睇清楚。但仲有第二種椰菜食法，更加常見。佢唔係一包包健康汁，而係日日出現喺飯台上。好多香港家庭都會有，尤其係鍾意食重口味、鍾意用鹹嘢送飯嘅朋友，更加容易中招。就係椰菜醃製品、泡菜、鹹菜，仲有所有用好多鹽同醬料處理嘅椰菜。下一段，我哋就講清楚，點解一棵原本普通嘅椰菜，一遇上太多鹽，就可能變成腎臟同血壓嘅沉重負擔。減號。好，上一段我哋講完第一種好容易被忽略嘅錯誤食法，就係將椰菜變成一包包、一樽樽濃縮健康汁，日日飲，仲以為自己好養生。而家，我哋要講第二種更加常見、更加貼近日常生活嘅食法。呢種食法唔係出現喺保健品店，唔係出現喺廣告入面，而係好可能日日都出現喺你屋企飯台上。就係醃椰菜、泡菜、鹹菜、酸菜，或者任何用好多鹽、好多醬料處理過嘅椰菜。好多朋友聽到呢度，可能會話，食少少鹹菜送飯啫，有咩大問題？又或者會話，我食嘅都係菜，又唔係肥肉，又唔係炸嘢，點會傷腎？問題就出喺呢度。好多時候，傷身體嘅唔係椰菜本身，而係你加落去嘅鹽、豉油、醬料、辣醬、調味粉，同埋長期食重口味嘅習慣。椰菜本身可以係一種普通又健康嘅蔬菜，但一旦佢變成醃製品，問題就唔同晒。你諗下，平時整醃椰菜、泡菜、鹹菜，最重要係咩？就係鹽，好多鹽。鹽落去之後，椰菜會慢慢出水，原本硬脆脆嘅菜葉會變軟，味道會變濃，食落更加開胃。呢個過程，大家喺屋企可能都見過。一棵新鮮椰菜，灑咗鹽之後，過一陣就會出好多水。點解會咁？因為鹽會將菜入面嘅水分拉出嚟。呢個道理唔單止發生喺椰菜入面，亦會發生喺我哋身體入面。當你食太多鹹嘢，血液入面嘅鈉質就會增加。身體為咗平衡呢個濃度，就會留住更多水分。水分一多，血管入面嘅容量就會增加。血管入面水分多咗，壓力自然會升高。呢個就係點解食得鹹，血壓容易高，身體亦容易水腫。對年輕人嚟講，身體調節能力好，腎臟可能仲可以幫你排走多餘鹽分同水分。但60歲之後，腎臟已經冇後生嗰陣咁有力。如果本身仲有高血壓、糖尿病、心臟病，或者腎功能已經偏弱，咁食太鹹，就唔再係小問題。你食一啖鹹菜，唔會即刻覺得腎痛。你食一餐泡菜，唔會即刻入院。但如果你日日食，餐餐都要有鹹嘢先開胃，長期落去，腎臟就會日日承受高鈉、高血壓、流水嘅壓力。最怕就係呢種壓力唔係一下子嚟，而係慢慢嚟，慢慢令血壓高，慢慢令腳畫腫，慢慢令尿入面有蛋白，慢慢令腎功能一級一級跌。等到你發現驗血報告唔靚，醫生話 EGFR 要留意，或者尿蛋白偏高，嗰陣先回頭諗，可能先發現自己多年嚟都食得太鹹。我哋可以再用濾水器個比喻，腎臟入面啲過濾單位，好似一張張好幼細嘅濾網。正常情況下，血液慢慢流過去，廢物排走，身體需要嘅蛋白質留返喺血入面。但如果血壓長期高，就好似用好大水壓日日沖住呢張濾網。一開始，濾網可能仲頂得住，但沖得耐，濾網會鬆，會硬化，甚至開始漏。當濾網開始漏，蛋白質就可能流入尿液入面。
所以有啲人去驗尿，先發現有蛋白尿。蛋白尿唔係小事，佢好多時代表腎臟入面嘅過濾系統已經受緊壓力，而食得太鹹，正正係令血壓難控制，令腎臟負擔加重嘅其中一個常見原因。好多香港人都覺得自己食得唔算鹹，但你真係認真諗一諗，早餐食火腿通粉、餐肉蛋治、沙爹牛肉麵，午餐食碟頭飯，汁淋到成碟都係，下午飲茶，食點心，有豉油，有蠔油，有醬汁，夜晚返屋企，食飯要配腐乳、鹹魚、梅菜、榨菜、酸菜、泡菜，或者一碟葉椰菜，再加埋湯水、醬料、火鍋湯底、即食麵湯底。你以為自己只係食咗少少鹽，但其實一日加埋，鈉質可能已經超標好多。尤其係葉椰菜呢類食物，最容易令人低估，因為佢外表仍然係菜，你望住佢，覺得呢個係菜，應該健康過肉啦。但你忘記咗，佢已經吸收咗好多鹽同調味。有啲泡菜或者葉菜，食落酸酸辣辣，好開胃，好容易一啖接一啖。尤其係胃口差嘅長者，覺得飯淡淡地唔想食，一加啲鹹菜，即刻食到半碗飯。短期睇，好似幫你開胃，但長期睇，如果日日都靠鹹嘢開胃，血壓同腎臟就可能要幫你埋單。仲有一個習慣，都好常見，就係椰菜烚熟或者蒸熟，本身已經好清淡，明明係一個幾好嘅做法，但一上台，就攞豉油、蠔油、辣醬、麵豉醬、腐乳醬，點到成塊椰菜都係醬。咁樣食，表面上你係食緊菜，實際上，你係用菜做工具，食入好多鹽同醬料。有啲人仲會話，我冇食葉菜啊，我只係點少少豉油啫。但日日少少，餐餐少少，一年加埋就唔少。尤其係對有高血壓嘅朋友，醬料呢樣嘢真係要小心，因為好多鈉質唔係嚟自你手上嗰包鹽，而係嚟自醬料、加工食品、湯底同醃製品。所以唔好淨係以為我煮餸冇落好多鹽，就一定冇問題。你仲要睇你有冇落好多豉油，有冇落蠔油，有冇落雞粉，有冇食葉菜，有冇飲晒碗麵湯，有冇用鹹醬餸飯，呢啲全部都要計。對60歲以上嘅朋友嚟講，食鹹仲有一個問題，就係水腫。有啲人一食鹹，第二日朝早眼皮就腫，夜晚腳踝就腫，襪頭勒住腳，除襪之後有好深一圈印，有時按一按小腿，個凹位好耐先彈返上嚟。呢啲都可能係身體流水嘅表現。身體流水，腎臟要處理，心臟亦都要承受更多負擔。如果本身心臟功能唔係好，或者血壓控制唔穩，食太鹹就更加唔適合。所以，我想大家由今日開始，重新睇待葉椰菜同鹹菜呢件事。我唔係話你一世都唔可以食，亦唔係話一食就一定有事。但如果你已經60歲以上，又有高血壓、糖尿病、腎功能偏弱，尿有泡、腳腫、面腫，或者醫生叫你要減鹽，咁醃製椰菜、泡菜、鹹菜，就唔應該再係日日食嘅配菜，更加唔應該用嚟開胃餸飯，餐餐都食。你可以將佢由日常必備，改成偶爾少量，例如以前一餐食幾大筷子，改成只係少少一兩啖。以前日日食，改成一星期一兩次都嫌多，最好慢慢減到好少食。如果你血壓高或者腎功能已經有問題，就更加應該同醫生或者營養師傾清楚，睇下你適唔適合食呢類醃製品。有啲朋友會話，但我食啖嘢真係冇胃口，點算？呢個問題好實際，長者胃口差，好多時真係想食少少鹹嘢先開胃。但我哋可以用其他方法代替，
例如用少少薑絲、蒜蓉、蔥花、檸檬汁、少量醋、香草去提升味道，或者用蒸、焗、炒香嘅方法，令食物本身香啲。椰菜可以蒸熟之後加1、2滴香油，或者用少少蒜蓉快炒，但唔好落太多鹽同醬。你會發現，食物唔一定要好鹹先有味，舌頭係可以訓練返嚟嘅。如果你食鹹食咗幾十年，一開始減鹽，一定會覺得淡。但只要你俾自己2、3個星期，慢慢減，味覺會開始適應。到時你再食返以前咁鹹嘅嘢，反而會覺得太鹹。好多成功控制血壓嘅長者，都係咁樣一步一步改返嚟，唔係一下子變成完全冇味，而係由少1羹豉油開始，由湯底唔飲晒開始，由醃菜唔日日食開始，由點醬改成醬放旁邊，點少少開始。呢啲細節睇落好細，但對腎臟嚟講係日日減壓。就好似一個長期返工返到好攰嘅人，你唔可以叫佢即刻完全休息，但你可以慢慢減少佢嘅工作量。腎臟都係一樣，你減少鹽分，血壓容易控制啲，血壓穩定啲，腎臟入面啲微細濾網承受嘅壓力就細啲，水腫少啲，心臟負擔亦可能少啲，成個身體都會舒服啲。仲有，大家要留意，減鹽唔係淨係為咗腎，減鹽同時係為咗血壓，為咗心臟，為咗中風風險，為咗晚年生活質素。好多長者最怕嘅唔係少食一啖鹹菜，而係將來要成日覆診，食更多藥，腳腫到行路辛苦，甚至腎功能一路跌落去。如果今日少食幾啖鹹菜，可以換嚟血壓穩定啲，腎臟少辛苦啲，咁其實好值得。我都想同仔女講一句，如果你平時好孝順，會買好多食物俾爸爸媽媽，記住唔好淨係買佢哋中意食嘅重口味嘢。好多長者中意食鹹魚、臘味、葉菜、泡菜、鹹酸菜，係因為開胃，亦因為食咗幾十年習慣咗。但孝順唔係一味順口味，孝順係幫佢哋慢慢改到適合身體。你可以陪佢哋一齊睇營養標籤，一齊試低納豉油，一齊煮啲冇咁鹹但有香味嘅餸。唔好突然鬧佢，你唔好食啦，傷腎㗎。咁樣長者聽到會唔開心，亦未必肯改。你可以溫和啲講，我哋試下今餐少落少少醬，睇下味道得唔得。我哋唔係唔食，只係食少啲，等血壓好啲。醫生話你腳腫，要幫腎臟減少少負擔。咁樣講，佢哋會容易接受好多。返嚟椰菜呢個主題，椰菜本身可以係好普通嘅蔬菜，但如果你將佢變成濃縮甜汁，問題可能係糖分、濃縮成分同鉀質。如果你將佢變成醃製鹹菜，問題就係鈉質同血壓負擔。所以你會發現，問題唔係椰菜有幾可怕，問題係加工方法同食法。同一棵椰菜，蒸熟少鹽食，可能係一碟清淡蔬菜，加好多鹽醃幾日，日日用嚟餸飯，就變成另一回事。同一棵椰菜，切絲煮餸，可能係普通家常菜，榨成汁再加果汁加糖，日日飲，就又變成另一回事。所以食物嘅好壞，唔可以只睇名字，唔可以見到椰菜2個字就覺得一定健康。你要問，佢係新鮮定加工？係原型食物定濃縮飲品？係清淡煮法定重鹽醃製？係偶爾食定日日食？係適合你而家嘅身體，定只係聽人講好就跟住食？呢啲先係真正重要嘅問題。如果你今日聽到呢度，開始諗起屋企雪櫃入面有1盒泡菜、1樽醃椰菜、1包鹹菜，或者平時成日食飯都要配啲鹹嘢，咁今晚就可以做一個小小改變。唔需要即刻全部掉晒，你可以先減半。以前食3筷子，
今日食一筷子，以前日日食，改成隔幾日先食。以前醬料直接倒落菜，改成醬放細碟，點少少就算。以前食麵一定飲晒湯，今日留返半碗唔飲。以前用鹹菜開胃，今日試下用少少薑、蒜、醋或者檸檬提升味道。呢啲改變，全部都好細，但正正就係呢啲細改變，先可以長期做到。健康唔係靠一日突然好努力，健康係靠每日少錯一啲，每餐改好一啲。講到呢度，兩種最需要小心嘅椰菜食法，我哋已經講清楚。第一，唔好將濃縮椰菜汁當每日必飲嘅保健品，尤其係有糖尿病、腎功能弱或者要限制鉀質嘅朋友。第二，唔好將醃椰菜、泡菜、鹹菜、重醬料椰菜當成每日開胃配菜，尤其係有高血壓、腳腫、尿蛋白或者腎功能下降嘅朋友。但大家唔使驚，我再講一次，今日唔係叫你怕椰菜，更加唔係叫你以後唔好食菜。相反，我哋係要返去最簡單、最穩陣嘅方法，食返新鮮椰菜，食返原形食物，食得清淡啲，份量適中啲，煮法溫和啲。下一段，我哋就會正式講清楚，椰菜到底應該點樣食，先比較適合60歲以上嘅朋友。唔使複雜，唔使買昂貴保健品，亦唔需要用好多調味，只要一個簡單方法，就可以令椰菜變得更容易消化，亦減少對腎臟同血壓嘅負擔。呢個方法就係蒸或者輕輕合。減號。講到呢度，我知道有啲朋友可能已經開始有少少緊張，心入面可能會諗，咁椰菜係咪唔食得？我屋企成日煮椰菜，係咪要停？以前聽人講椰菜養胃，點解而家又話要小心？大家先唔好驚，今日呢條片最重要嘅目的，唔係叫你怕椰菜，更加唔係叫你將椰菜當成毒藥。椰菜本身依然係一種好普通、好常見，亦都可以放入健康飲食入面嘅蔬菜。問題從來都唔係椰菜本身，真正要小心嘅係3樣嘢：第一，食法；第二，份量；第三，你自己而家嘅身體狀況。同一樣食物，用唔同方法處理，對身體嘅影響可以差好遠。一碟新鮮椰菜，蒸熟、少鹽、慢慢食，係一回事；一包加咗果汁、糖分、濃縮成分嘅椰菜汁，日日飲，係另一回事；一碟椰菜輕輕烚熟，配飯食，係一回事；一碟用好多鹽醃過、加好多醬料嘅椰菜，日日餸飯，亦都係另一回事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，食物唔可以只睇名字，唔可以一聽到椰菜就話一定好，亦唔可以一聽到椰菜可能加重腎臟負擔就話一定壞。真正重要嘅係你點樣食。好多健康資訊最容易出問題嘅地方，就係講得太絕對。有人話椰菜養胃，於是就有人日日飲椰菜汁，飲到好似食藥咁。有人話腎弱要小心椰菜，於是又有人連一片椰菜都唔敢食。其實兩邊都唔係最理想。健康飲食唔係靠極端，而係靠分辨。你要分辨自己係咩身體狀況，你要分辨呢樣食物係原型食物，定係加工食品。你要分辨你係偶爾食，定係日日大量食。你要分辨你係清淡煮法，定係加咗好多糖鹽醬料。如果你本身身體健康，腎功能正常，冇糖尿病，冇高血壓，平時食一碟清淡煮嘅椰菜，通常唔需要太擔心。但如果你已經60歲以上，又有高血壓、糖尿病、尿蛋白、腳腫、腎功能偏低，或者醫生曾經提醒你要控制鹽分、鉀質、水分，咁你就唔可以再用普通人嘅食法去套落自己身上。因為你嘅腎臟
可能已經冇後生嗰陣咁輕鬆。你嘅身體可能已經需要更加細心照顧。呢個唔係代表你乜都唔食得，而係代表你要食得聰明啲。以前後生嗰陣，可能一餐食得鹹啲，飲多啲凍飲，第二日都冇事。但到咗60歲、70歲，身體反應未必咁快，恢復能力亦冇以前咁強。有啲負擔唔係即刻痛俾你睇，而係慢慢累積，慢慢令血壓難控制，慢慢令腳腫多咗，慢慢令尿泡多咗，慢慢令驗血報告唔再咁靚。所以60歲之後，真正嘅養生唔係盲目追求某一樣神奇食物，唔係今日聽人講椰菜好，就日日食椰菜；聽人講某種茶好，就日日飲某種茶；聽人講某種粉可以排毒，就日日沖嚟飲。咁樣唔係養生，咁樣其實係將身體交俾全民。真正嘅養生係你知道自己身體需要咩，亦知道自己身體承受唔到咩。對腎臟嚟講，最怕嘅唔係一餐食錯，最怕係長期錯而自己唔知。長期飲濃縮汁，以為係保健；長期食葉菜，以為係開胃；長期食得鹹，以為只係口味問題；長期唔驗尿蛋白，以為冇痛就冇事。呢啲先係真正要小心嘅地方。所以，我哋今日講椰菜，唔係要將佢神化，亦唔係要將佢妖魔化。椰菜唔係藥，椰菜唔可以代替醫生，椰菜唔可以令已經嚴重受損嘅腎臟突然恢復正常。但椰菜亦唔係洪水猛獸，只要你用啱方法，食啱份量，配合自己身體狀況，佢可以係一種普通、實際、容易買到嘅日常蔬菜。呢個觀念好重要，因為好多長者最容易犯嘅錯，就係一聽到某樣食物有好處，就食到過量。例如有人聽到番薯健康，就日日食番薯，甚至代替正餐。有人聽到黑豆好，就日日煲黑豆水。有人聽到紅棗補血，就日日放好多粒。有人聽到椰菜養胃，就日日飲椰菜汁。但身體唔係咁簡單，一樣食物再好，都唔應該變成你唯一依靠。食物係幫助身體嘅一部分，唔係越多越好，亦唔係日日食同一樣，就一定更加健康。尤其係腎臟要處理水分、鹽分、鉀質代謝廢物。當你日日大量食同一類食物，某啲成分就可能累積成負擔。所以60歲之後，飲食最好有幾個原則。第一，盡量食原型食物，即係食返食物本身，而唔係成日食濃縮品、粉劑、汁液、膠囊。你想食椰菜，就食新鮮椰菜，唔好成日靠椰菜汁。你想食水果，就食適量水果，唔好成日飲果汁。因為原型食物有纖維，有咀嚼，有飽肚感，身體吸收比較自然。第二，味道要慢慢減淡，唔係一日之內變到完全冇味，但你可以每次少落少少鹽，少落少少豉油，少食少少葉菜。長遠嚟講，減鈉對血壓、心臟同腎臟都係重要嘅。第三，唔好迷信單一食物，一餐飯入面應該有適量蛋白質，有蔬菜，有主食，有健康脂肪。唔好因為聽到椰菜好，就成餐都食椰菜，亦唔好因為怕腎臟，就乜菜都唔敢食。食得均衡，先係長久之道。第四，身體有病就要個人化。如果你有糖尿病，就要留意糖分同碳水；如果你有高血壓，就要留意鈉質；如果你有腎功能下降，就要問醫生或者營養師，自己需唔需要限制鉀質、磷質、蛋白質或者水分。唔好同隔離屋太太比，唔好同朋友比，佢食得，唔代表你食得，你食得，亦唔代表可以無限量食。
有啲人見朋友飲某種健康汁好似幾好，就跟住飲。有啲人見網上話某種蔬菜排毒，就買返屋企日日食。但你唔知對方腎功能係點，你唔知對方有冇食藥，你唔知對方血糖血壓控制成點。所以，最安全嘅做法，永遠唔係盲跟，而係先了解自己。你可以由最基本開始，一年至少定期驗血，睇 creatinine 同 eGFR， 驗尿，睇有冇蛋白尿，或者 ACR 有冇異常。屋企量血壓，唔好淨係去到診所先量。如果有糖尿病，就要定期睇糖化血紅素。呢啲資料，比任何網上偏方都實際，因為你知道自己數字，你先知道自己食嘢要幾小心。例如兩個人都係70歲，一個人 eGFR 好好，血壓穩定，冇尿蛋白；另一個人 eGFR 已經下降，有糖尿病，有腳腫，有尿蛋白。佢哋兩個食椰菜嘅方式，就唔應該完全一樣。第一個人可能只需要注意唔好太鹹，均衡飲食；第二個人就可能需要更加小心份量、煮法，甚至要問醫生可唔可以經常食，需唔需要留意鉀質。所以，今日大家聽到呢度，唔好得出一個簡單結論，椰菜好或者椰菜唔好。你真正要帶走嘅結論係，椰菜可以食，但要識食。唔好飲濃縮甜汁，唔好食太鹹醃製，唔好日日大量食同一樣嘢，唔好用佢代替治療。有病要問醫生，唔好自己估。呢個就係最穩陣嘅態度。其實好多時，養生唔需要好複雜，唔需要買一堆昂貴保健品，唔需要聽10幾種偏方，亦唔需要日日擔驚受怕，呢樣唔敢食，嗰樣唔敢碰。真正適合長者嘅飲食，往往係好普通、好家常、好容易做到嘅。食物新鮮啲，味道清淡啲，份量適中啲，煮法簡單啲，配合自己身體情況，有問題就驗，有疑問就問醫生。咁樣已經比盲目追求神奇食物安全好多。所以，當我哋講返椰菜，最推薦嘅方向，其實就係將佢變返做一碟普通嘅家常菜。唔好將佢神化成救腎神菜，唔好將佢加工成濃縮健康汁，唔好將佢醃到鹹晒，變成重口味配菜。只要用簡單方法煮熟，少鹽，份量適中，對好多長者嚟講，就已經係比較穩陣嘅做法。有啲朋友會問，咁椰菜係咪一定要熟食？對60歲以上嘅朋友，我通常會建議，唔好成日大量生食，因為生椰菜比較硬，纖維比較粗，有啲人腸胃功能弱，食完會脹氣打嗝胃頂。尤其係本身胃口差、胃酸倒流、容易腹脹嘅長者，生食太多未必舒服。煮熟少少，反而會柔軟啲，容易咬，容易消化，亦比較適合作為日常餸菜。但煮熟唔等於煮到爛晒，煮到太耐，口感差，營養亦可能流失多啲。最簡單就係蒸，或者輕輕合，時間唔需要好長，大約3至5分鐘，視乎你切得幾大件，椰菜變軟但仲有少少口感，就差唔多。咁樣食嘅唔需要大量醬料，亦唔需要濃縮加工。最重要係，你可以控制自己落幾多鹽，控制份量，亦可以配合其他食物一齊食。例如一餐入面，有一小碗飯，有適量魚、雞蛋、豆腐或者瘦肉，再加一份蒸椰菜同其他蔬菜。咁樣比你淨係飲一包椰菜汁，或者食一大碟鹹葉菜，實際得多。而且長者食嘢，最怕太單一，唔好一餐淨係食菜，冇蛋白質，亦唔好因為怕腎，就完全唔食蛋白質。蛋白質點樣食，要睇你腎功能去到咩程度。如果醫生冇叫你限制蛋白質，
普通長者仍然需要足夠蛋白質去保護肌肉。如果腎功能已經明顯下降，就要跟醫生或者營養師建議調整。總之，唔好自己亂戒，亦唔好自己亂補。椰菜只係餐桌上其中一個角色，佢唔應該做主角做到遮住晒其他食物，佢更加唔應該變成你每日依賴嘅保健品。講到呢度，你應該會明白，真正重要嘅唔係食唔食椰菜，而係你點樣將椰菜放入一個適合自己嘅飲食模式入面。如果你食得太鹹，先減鹽；如果你飲太多健康汁，先停一停，睇清楚成分。如果你唔知自己腎功能，先去驗；如果你有腳腫、尿泡多、血壓高，先揾醫生評估。當呢啲基本功做好，再講食咩菜先有意思。我想大家用一個好平常嘅心態去睇椰菜，佢唔係奇蹟，但佢可以係一碟好好嘅家常菜。佢唔係藥，但佢可以係健康飲食入面嘅一部分。佢唔需要日日飲成汁，亦唔需要醃到好鹹先好食。越簡單，反而越安全。下一段，我哋就正式講第一個比較適合大部分長者嘅椰菜食法。做法好簡單，唔需要特別材料，唔需要保健品，唔需要複雜煮法，只需要將椰菜洗乾淨，切好，用蒸或者輕輕合嘅方式處理3至5分鐘。但呢3至5分鐘點樣掌握？點樣食先唔會變成另一個負擔？點樣避免一邊食菜一邊食入好多鹽？呢啲細節就好重要。我哋下一段就一步一步講清楚。減號減號減號。好，講咗咁多要小心嘅食法之後，而家我哋終於講返一個比較穩陣、比較適合大部分長者嘅椰菜食法，就係蒸或者輕輕合。聽落好簡單，甚至簡單到有啲朋友會覺得，咁普通都要講。要講，因為好多時，真正保護身體嘅方法，唔係最貴，唔係最複雜，反而係最普通、最容易長期做到嗰啲小習慣。椰菜本身係一種好常見嘅蔬菜，問題唔係佢普通，問題係你點樣處理佢。如果你將佢榨成濃縮汁，日日飲，可能失去咗好多纖維，仲可能飲入糖分同濃縮成分。如果你將佢醃到好鹹，日日用嚟餸飯，咁問題就變成鈉質太高，血壓同腎臟都會辛苦。但如果你將新鮮椰菜洗乾淨，切好，用蒸或者輕輕合嘅方法，煮到佢軟身，再配合正常一餐飯食，咁就完全係另一回事。對60歲以上嘅朋友嚟講，蒸熟或者輕輕烚熟有幾個好處。第一，椰菜會變軟，容易咬，容易吞，亦比較容易消化。好多長者牙齒冇以前咁好，胃腸蠕動又慢咗。如果食好多生椰菜，或者食好硬、好粗纖維嘅菜，有啲人會覺得胃脹、打嗝、肚脹，甚至食完唔舒服。但蒸一蒸，合一合，椰菜纖維會柔軟啲，入口冇咁硬，對腸胃比較溫和。第二，蒸或者合可以減少對重口味調味嘅依賴。你用新鮮椰菜簡單處理，其實本身會有少少清甜味。如果你慢慢咀嚼，會食到椰菜自然嘅甜味。好多長者食得太鹹太多年，舌頭習慣咗重味，覺得清淡就冇味。但只要你肯慢慢減鹽，慢慢食返食物本身嘅味道，2-3個星期之後，味覺其實會慢慢調整。到時你就會發現，原來一碟簡單蒸椰菜都可以幾清甜，唔一定要加好多豉油、蠔油、辣醬先食得落。第三，蒸或者輕合，比較容易控制份量。你食一碟菜，你睇得見自己食咗幾多，但你飲一包濃縮汁，你未必知道背後用咗幾多材料，亦未必知道入面加咗咩。對長者嚟講，睇得見、控制得到，
往往比聽落好高級嘅保健品更加安全。做法其實好簡單，你買返嚟一個新鮮椰菜，先拆開外面比較老比較污糟嘅葉，然後用清水沖洗乾淨。如果你擔心有泥沙，可以將椰菜切開之後，用水浸一陣，再沖乾淨。之後切成適合入口嘅大小。長者食就唔好切得太大塊，切細少少，容易熟，亦容易咬。如果用蒸嘅方法，就將水煲滾，椰菜放入蒸架。水滾之後，大約蒸3至5分鐘，唔需要蒸到爛晒。蒸到椰菜變軟，顏色仍然清爽，夾起嚟唔硬，但又未完全冧晒，咁就差唔多。如果用合嘅方法，就水滾之後放入椰菜，輕輕合幾分鐘，同樣唔需要合太耐，烚到軟身就可以撈起。有啲朋友一煮菜就煮好耐，覺得長者一定要食到爛先安全，但其實煮到完全冧晒，口感冇晒，顏色變黃，食慾都會差。長者食嘢唔單止要健康，仲要食得落，所以最理想係軟而唔爛，清淡但唔寡味。蒸好或者合好之後，最重要嘅一步係唔好再落好多鹽同醬。呢一步好多人會失手。本來椰菜蒸得好好，清清淡淡，對身體負擔唔大，但一上台就淋一大圈豉油，再加蠔油，再加辣醬，再點腐乳，咁就好可惜。因為你明明揀咗一個溫和嘅煮法，但最後又用重鹽醬料將佢變返成一碟高鈉食物。如果你真係覺得太淡，可以試幾個比較溫和嘅方法，例如加少少蒜蓉，加少少薑絲，加少少蔥花，或者滴幾滴香油、芝麻油，增加香味。亦可以加少少檸檬汁或者米醋，令味道醒一醒。但記住，係少少，唔係倒到成碟都係。目標係提味，而唔係用醬料蓋過食物本身。如果你真係要用豉油，最好唔好直接淋落去。你可以倒少少喺細碟，食嘅時候輕輕點一點就算。咁樣可以避免一不小心落太多。好多時，醬料淋落去就收唔返，但放旁邊，就容易控制。對有高血壓、腳腫、腎功能偏弱嘅朋友，呢個細節好重要。仲有一點要記住，椰菜唔係叫你食越多越好。就算係蒸椰菜、合椰菜，都唔代表可以日日食一大盤。長者飲食最重要係均衡，一餐飯入面可以有一份椰菜，但唔應該成餐只食椰菜。你要有適量主食，例如飯、粥、粉麵，份量按你血糖同活動量調整。要有適量蛋白質，例如魚、雞蛋、豆腐、瘦肉。至於腎功能明顯下降嘅朋友，就要按醫生或者營養師建議調整蛋白質份量，再配合其他蔬菜，唔好日日只靠同一種菜，咁先係比較穩陣嘅飲食模式。有啲朋友會問，咁我可唔可以每日都食少少蒸椰菜？如果你腎功能正常，血糖血壓都穩定，作為日常蔬菜之一，少量食通常問題唔大。但如果你已經有慢性腎病、鉀質偏高、尿蛋白、腳腫，或者醫生叫你要控制某啲蔬菜份量，咁就唔好自己決定日日食。最好問清楚醫生或者營養師，特別係腎病唔同階段，飲食要求可以好唔同。有啲人要減鹽，有啲人要留意鉀質，有啲人要調整蛋白質，有啲人要控制水分。所以唔好一條片聽完，就用同一個方法套晒所有人。我哋今日講嘅蒸或者輕合，係一個比較安全、比較家常嘅方向。但每個人嘅份量，仍然要跟返自己身體狀況。其實香港屋企好適合做呢個方法，唔需要買特別工具，有個鑊，有個蒸架，或者一個煲，就可以做到。
朝早如果食粥，可以配少少蒸椰菜；午餐如果食飯，可以加一小碟合椰菜；夜晚如果煮清淡餸，可以將椰菜同少少紅蘿蔔、冬菇、瘦肉片一齊煮，但調味要輕。重點係唔好將椰菜變成一個養生任務，唔需要逼自己日日食，唔需要覺得食咗就一定補腎，更加唔需要食到好大份。你只需要將佢當成普通蔬菜，放入均衡飲食入面，咁樣反而最自然。有啲長者以前好鍾意食葉菜餸飯，突然叫佢完全唔食，可能好難。你可以用蒸椰菜做一個過渡，例如以前一餐要食半碟鹹菜先開胃，而家可以改成一小碟蒸椰菜，加少少香油同蒜蓉，再配一兩啖鹹菜。慢慢將鹹菜份量減少，將清淡蔬菜份量增加。唔好一開始就要求自己做到完美，只要每星期比上一星期少鹹一啲，腎臟同血壓都會慢慢舒服啲。我知道，對食慣重口味嘅朋友嚟講，清淡唔係一日就習慣，但你可以試一個方法，先唔好減食物香味，只減鹽味。例如用薑、蒜、蔥、少少胡椒、少少醋去增加香氣。食物有香味，你就冇咁需要靠鹽。同時食嘢時慢慢咬，唔好太急。椰菜本身有少少甜味，你咬得慢先食得到。如果你一啖吞落去，只會覺得淡，但你慢慢咀嚼，味道就會出嚟。呢個亦係長者保護消化嘅一個小技巧。食慢啲，胃舒服啲，血糖升得冇咁急，亦有助你知道自己幾時飽。對有糖尿病或者胃口唔穩定嘅朋友，呢個習慣好值得練。仲有，蒸椰菜唔好一次整太多，放喺雪櫃食幾日。長者腸胃比較敏感，食物新鮮好重要，最好即日煮，即日食。如果真係要留，記得放涼後盡快入雪櫃，第二日要徹底加熱。但我會建議，椰菜呢類蔬菜，盡量少量新鮮煮，唔好一次整到太大盤。尤其係一個人住嘅長者，買椰菜可以買細個啲，或者同屋企人分開煮。唔好因為怕浪費，就連續幾日食同一碟菜。健康飲食，亦要講新鮮同多樣化。蒸椰菜亦可以配合其他食材，例如少量豆腐、少量魚片、少量雞蛋，或者配一小碗粥。但如果你有腎功能問題，蛋白質份量要按醫生建議。如果你有糖尿病，粥同飯嘅份量要控制。如果你有高血壓，就更加要少鹽少醬。所以你見到，真正嘅飲食唔係單靠一個食物決定，而係成餐飯嘅配搭。椰菜只係其中一環，用得好，佢可以幫你增加蔬菜攝取；用錯方法，佢亦可能因為加工、濃縮、重鹽而變成負擔。所以，今日呢個方法其實好簡單：新鮮椰菜，洗乾淨，切細，蒸或者輕合3至5分鐘。少鹽，少醬，慢慢食，份量適中，配合均衡一餐。如果你能夠做到呢幾點，已經比日日飲濃縮椰菜汁、日日食醃椰菜安全好多。我想你今晚返屋企之後，可以試一次，唔需要等到下星期，唔需要買新保健品，只要用屋企本來有嘅食材，做一碟清淡蒸椰菜。食嘅時候，唔好急住倒豉油，先試一啖原味，再加少少香味，例如幾滴香油、少少蒜蓉或者薑絲。你試下俾自己一個機會，重新適應食物本身嘅味道。可能你會發現，清淡唔等於冇味，簡單唔等於冇營養，普通唔等於冇價值。對60歲以後嘅身體嚟講，有時越簡單，反而越舒服。最後再提醒一次，蒸椰菜唔係藥，唔可以代替腎病治療。
唔可以代替血壓藥、糖尿藥。如果你已經有腎病，或者醫生已經安排你覆診食藥，千祈唔好因為聽到椰菜有好處，就自己停藥。你可以做嘅，係將飲食變得更合適，幫身體減少一啲負擔。藥物同飲食應該係互相配合，而唔係互相取代。講完第一個比較穩陣嘅椰菜食法，下一段我哋會講另一個好重要嘅細節，就係點樣令清淡椰菜變得更加好入口，但又唔靠大量鹽同醬料。好多長者失敗唔係因為唔想健康，而係覺得健康食物太淡，食唔落。所以接落嚟，我會同大家講，點樣用少量好油同簡單香味，令椰菜更香、更易食，同時避免一邊食菜，一邊食入太多鈉。減號減號減號。講到呢度，大家要記住，椰菜真正幫到身體嘅地方，唔係你落好多醬、落好多鹽去食，而係用一個更清淡、更溫和嘅方法，令腎臟少啲負擔。好多香港長者都會覺得合菜蒸菜冇味，好難入口，於是就點豉油、蠔油、辣椒醬，甚至加好多鹹魚、臘味一齊食。咁樣表面上好似食緊菜，好健康，但其實真正入咗身體嘅，可能係一大堆鈉。鈉一多，血壓就容易升，身體又容易儲水。對60歲以上嘅朋友嚟講，尤其係本身有高血壓、腳腫、糖尿病，或者腎功能已經唔係太好嘅人，呢個負擔真係唔可以睇小。所以第二個比較好嘅食法，就係食淡少少，再配合少量好油。例如你將椰菜輕輕蒸好之後，可以加幾滴麻油，或者少少橄欖油，輕輕拌一拌，唔需要落好多，只係令椰菜香少少，滑少少，食落冇咁寡，已經足夠。咁做有兩個好處，第一，你唔需要靠鹽、豉油、醬料去增加味道，腎臟自然少啲鈉負擔。第二，有少少健康油脂，可以令食物口感好啲，老人家比較願意食，唔會覺得餐餐都係清水合菜咁辛苦。但大家一定要聽清楚，我講嘅係少量好油，唔係叫你倒好多油落去炒，亦唔係將椰菜變成油淋淋嘅餸。油太多，一樣會增加熱量，對體重、血脂、血糖都唔一定好。最理想嘅做法係一碟蒸椰菜，加少少麻油或者橄欖油，再配合適量蛋白質，例如魚蛋、豆腐，或者少量瘦肉，旁邊再有適合自己份量嘅飯或者其他主食，咁先係一餐比較平衡嘅飲食。千祈唔好聽人講椰菜好，就成餐飯只係食椰菜。身體需要嘅唔止係菜，仲需要蛋白質、碳水化合物、好脂肪同其他營養。如果長期食得太單一，老人家好容易冇力、頭暈、肌肉流失，反而更加影響健康。另外，如果你而家有食薄血藥、降血壓藥、利尿藥，或者醫生曾經話你腎功能差、鉀質要控制，咁你就更加唔好突然大幅改變飲食。唔好今日聽完，就日日食好多椰菜，或者突然飲好多菜汁、草本茶。最穩陣嘅做法係，先睇自己最近嘅驗血報告，問清楚醫生或者藥劑師，我而家嘅腎功能，適唔適合增加椰菜？每日大概食幾多先安全？有冇需要限制鉀質或者水分？大家要記住，真正保護腎臟嘅飲食，唔係越極端越好，而係越穩陣、越持續越好。椰菜可以食，但唔好神化佢；油可以用，但只係少少；味道可以有，但唔好靠鹽同重口味去撐起成碟餸。60歲之後，我哋食嘢要學識一個原則，唔係追求刺激，而係追求身體舒服。食完唔口渴，唔水腫，血壓唔亂升，腸胃又舒服，呢啲先係真正適合老人家嘅好食法。所以，由今日開始，大家可以試一個簡單做法，椰菜蒸3至5分鐘，
唔點豉油，唔點辣醬，只係加幾滴麻油，慢慢咀嚼。你會發現，原來食淡啲，身體真係冇咁攰，腎臟亦少咗好多無謂嘅壓力。減耗減耗減耗。咁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問，咁我返到屋企，第一步到底應該點做？唔使複雜，記住3步就夠。第一步，今晚返去打開雪櫃睇一睇，如果入面有一樽樽甜甜地嘅椰菜汁、蔬菜汁、濃縮健康飲品，或者有好多葉椰菜、泡菜、鹹菜、重口味醬料，唔好再當佢哋係每日必食嘅保健品。尤其係有糖尿病、高血壓、腎功能差、腳腫、面腫嘅朋友，更加要小心。你唔係完全唔可以食椰菜，而係要先減走最傷腎嗰啲食法。第二步，就係將椰菜變返做一碟簡單嘅餸，唔好再成日飲濃縮汁，亦唔好成日用鹽醃用醬浸。最簡單就係洗乾淨之後，蒸3至5分鐘，或者輕輕合一合，等佢軟身啲，老人家食落冇咁頂胃。食嘅時候，唔好落太多豉油、蠔油、辣醬、豆瓣醬。真係覺得冇味，可以加少少麻油，或者少少植物油，令入口香啲，但唔好變成油淋淋一大碟。記住，養腎唔係靠食得多，而係靠食得啱。第3步，就係觀察自己1至2個星期，每日朝早去廁所嘅時候，留意下小便有冇好多泡，泡係咪好耐都唔散，顏色係咪特別深特別濁。同時睇下自己隻腳有冇腫，朝早塊面有冇浮腫，血壓有冇比平時高。如果你本身有腎病、糖尿病、高血壓，或者最近發覺小便少咗，人成日攰腳腫得明顯，就唔好靠估。最好同醫生講，檢查 eGFR、肌酐、尿液 ACR 同埋量血壓。呢幾個數字先至可以幫你知道腎臟而家係咪真係受緊壓力。最重要一點，我要再提醒大家，唔好因為聽到椰菜有好處，就自己停血壓藥、糖尿藥、利尿藥，或者將醫生開嘅藥換成食物。食物係幫你調整生活，唔係代替治療。你可以由今晚開始，做一個好細嘅改變，少一啖鹹，少一支甜飲，多一碟清淡蒸椰菜。呢個改變睇落好普通，但對60歲之後嘅腎臟嚟講，可能就係一個好重要嘅喘息機會。減耗減耗減耗。好，講到呢度，大家已經知道60歲之後，椰菜唔係唔食得，而係要識得食。唔好盲目飲濃縮椰菜汁，唔好日日食葉椰菜、泡菜、鹹菜，唔好一邊話自己食菜好健康，一邊又落好多豉油、蠔油、辣醬、鹹醬。更加唔好將椰菜、茶、草藥或者任何食物當成可以代替醫生同藥物嘅方法。而家，我想幫大家將今日講嘅內容整理成一個好簡單、好實際，返屋企即刻做得到嘅3步計劃。唔需要複雜，唔需要買新保健品，唔需要突然將屋企所有嘢掉晒。你只需要由今日開始，一步一步幫腎臟減少負擔。第一步，今晚返屋企，打開你屋企雪櫃同櫥櫃，認真睇一睇。睇下入面有冇一包包椰菜汁、蔬菜汁、健康汁。睇下有冇葉椰菜、泡菜、鹹菜、酸菜、榨菜。睇下有冇好多豉油、蠔油、辣醬、面豉醬、腐乳醬。平時一食菜就一定要點好多。唔好只係睇食物名字，要睇背面成分表。如果一包所謂健康汁入面有濃縮果汁、糖、糖漿、蜂蜜、甜味成分，或者你睇唔明嘅一大堆添加物，咁就唔好再當佢係每日必飲嘅養生品。如果你本身有糖尿病、腎功能偏弱、血鉀偏高，或者醫生叫你控制鉀質，呢類濃縮蔬菜汁更加要先問醫生。如果你雪櫃入面有好多醃製椰菜、泡菜、鹹菜，
就唔好再當佢係每日開胃配菜。你唔一定要即刻全部掉晒，但最少要將佢哋由日日食改成偶爾少量。以前一餐食3、4筷子，今日開始減到1筷子。以前餐餐都要有鹹菜先食到飯，今日開始試下隔餐先食。以前食椰菜一定要淋豉油，今日開始改成醬放旁邊，點少少就算。第一步最重要嘅唔係完美，而係醒覺。你要知道自己屋企入面邊啲食物可能日日都喺度增加糖分、鹽分同腎臟負擔。你一知道就已經成功咗一半。第二步就係將椰菜食法改返簡單，買新鮮椰菜，洗乾淨，切細，用蒸或者輕輕合嘅方法煮3至5分鐘，煮到軟身，但唔需要爛晒。食嘅時候唔好淋太多醬，如果覺得淡，可以用少少薑絲、蒜蓉、蔥花，或者幾滴芝麻油、橄欖油、植物油去增加香味。記住，係少少，唔係一大匙，目標係令食物好入口，而唔係將一碟清淡椰菜變成高油高鹽嘅餸。一餐飯入面，椰菜只係其中一份蔬菜，你仲要有適量主食，適量蛋白質，配合其他食物。唔好因為聽完呢條片，就日日食一大盤椰菜，亦唔好用椰菜代替正常一餐飯。長者最怕飲食太單一，太單一，就算係健康食物，都可能變成另一種失衡。所以你可以咁做：今日食蒸椰菜，聽日食菜心，後日食節瓜，再下一日食冬瓜、豆角、白菜，蔬菜輪住食，份量適中，味道清淡，咁先係長久之道。如果你腎功能正常，通常清淡蔬菜係可以作為日常飲食一部分。但如果你已經有慢性腎病、血鉀偏高、尿蛋白、腳腫，或者醫生叫你控制某啲蔬菜份量，就一定要跟醫生或者營養師建議。唔好自己估，唔好聽人講，唔好見隔離屋阿太食得，你就照跟。每個人身體唔同。第3步就係觀察自己身體1至2個星期。由今日開始，你唔需要日日驚，但要日日留意。朝早第一次去廁所，花10秒望一望尿液，睇下有冇好多泡，啲泡係咪幾分鐘都唔散，尿色係咪長期好深或者混濁。再留意下自己朝早眼皮有冇腫，夜晚腳踝有冇腫，蜜頭印係咪特別深，尿量有冇明顯少咗。同時，屋企最好定期量血壓，唔好淨係去診所先量。如果你有糖尿病，就要按醫生建議監察血糖。如果你發現尿泡多咗、腳腫明顯、血壓成日高、尿量變少、人好攰、冇胃口，咁就唔好再靠自己條飲食拖住。你應該帶住呢啲觀察去同醫生講。你可以直接同醫生講：我最近尿好多泡，腳踝又腫，想驗一驗腎功能同尿蛋白。可以問醫生：我可唔可以驗 creatinine、eGFR、尿 AC 啊？呢啲檢查唔係為咗嚇自己，而係為咗早啲知道身體狀況，早啲知道先可以早啲調整。如果報告正常，你就安心啲，繼續保持清淡飲食。如果報告有啲變化，你就可以及早跟醫生處理，唔好等到問題嚴重先後悔。我知，好多長者最怕麻煩屋企人，亦怕睇醫生。有啲人會話，唔好驗啦，驗到有事仲驚。但我想同大家講，唔驗，唔代表冇事。知道問題，唔係壞事。知道得早，反而係保護自己。尤其係腎臟，佢好多時唔痛、唔吵、唔鬧，佢只會用尿泡、腳腫、血壓、疲倦呢啲細細聲嘅信號提醒你。你肯聽，佢就有機會早啲減壓。你唔肯聽，等到佢真係頂唔住，嗰陣就辛苦好多。
所以今日呢個3步計劃好簡單。第一，檢查屋企食物，將濃縮甜汁醃製鹹菜、重鈉醬料慢慢減少。第二，將椰菜改成新鮮、蒸熟、輕合、少鹽、少醬，份量適中。第三，觀察身體1至2個星期，留意尿液、血壓、水腫，有異常就去驗血驗尿。呢3步唔需要你一日做到完美，你只需要今日比昨日好一點，今餐比上一餐少鹹一點，今個星期比上星期少飲一點健康汁，今個月比上個月更加清楚自己腎功能數字。慢慢嚟，身體會感受到分別。仲有一件事，我一定要再提醒，如果你本身有高血壓、糖尿病、心臟病、腎病，或者醫生已經開咗藥俾你，千祈唔好因為聽完呢條片就自己停藥。唔好覺得我而家食蒸椰菜，飲清淡啲，咁血壓藥唔使食啦。唔可以，藥物要唔要改，一定要由醫生評估。飲食可以幫身體減少負擔，但唔代表可以自行取代治療。尤其係血壓藥、糖尿藥、利尿藥、抗凝血藥，全部都唔可以自己亂停亂加。你可以做嘅係將飲食記錄低，將血壓血糖記錄低，覆診時同醫生傾，睇下身體有冇改善，藥物需唔需要調整，咁先係安全做法。最後，我想大家記住今日最核心嗰句說話：60歲之後，椰菜唔係壞，但食法會決定佢係幫你，定係令身體更辛苦。椰菜汁唔好日日亂飲，醃椰菜唔好日日亂食，蒸椰菜、合椰菜可以係比較穩陣嘅家常方法，但都要少鹽少醬，份量適中。飲水飲茶草藥偏方，唔好自己亂試，尤其係腎病、心臟病、腳腫或者要限水限鉀嘅朋友，更加要問醫生。健康唔係靠一樣神奇食物，健康係靠你每日一餐一餐，慢慢做啱多一啲。如果你今日聽完，願意打開雪櫃睇一睇，願意少食一啲鹹菜，願意少飲一包濃縮健康汁，願意將椰菜改成簡單蒸熟，願意留意自己朝早嘅尿液，咁你已經開始幫自己嘅腎臟減壓。呢個改變未必即刻好轟動，但佢好實際，亦好值得。如果你屋企有爸爸媽媽、爺爺嫲嫲、外公外婆，平時好鍾意飲健康汁，或者食飯一定要配鹹菜，請你將今日呢段內容講俾佢哋聽。唔好用鬧嘅方式，用關心嘅方式。你可以同佢哋講，唔係唔俾你食，只係我哋食少啲，煮清淡啲，等腎臟冇咁辛苦。呢句說話比任何責怪都有效。今日我哋講咗咁多，目的只有一個，希望大家過咗60歲之後，唔好再盲目相信天然就一定好，健康食品就可以日日食，食菜就一定冇問題。你要知道自己身體情況，要睇食物點樣加工，要控制糖、鹽、醬料同份量，要定期檢查腎功能，咁樣先係真正成熟、穩陣、適合長者嘅養生方法。好，今日呢條片就講到呢度。如果你平時有飲椰菜汁，或者成日食醃椰菜、泡菜、鹹菜，今晚就由第一步開始，打開雪櫃睇一睇。如果你最近朝早尿好多泡，腳話腫，血壓唔穩，就唔好拖，盡快安排檢查。希望大家唔係等到腎臟出事先改，而係由今日開始，幫自己保留更多健康嘅選擇。下一條片，我會同大家講，朝早尿液出現邊3個變化，可能係腎臟正在向你求救。如果你關心自己同屋企人嘅腎臟健康，記得繼續睇落去。願大家食得安心，身體輕鬆，血壓穩定，腎臟少一點負擔，晚年多一點自在。減號減號減號。最後我想同大家再講清楚一次，椰菜本身唔係壞嘢，
佢可以係一種好普通、好便宜亦好容易煮嘅蔬菜。但係60歲之後，真正要小心嘅，唔係椰菜呢兩個字，而係你點樣食佢。如果你日日飲濃縮椰菜汁，以為飲得越多就越養胃越排毒，咁就要停一停，睇清楚標籤入面有冇糖，有冇果汁濃縮液，有冇其他添加。如果你成日食醃椰菜、泡菜、鹹菜，或者每一啖椰菜都要點好多豉油、辣醬、蠔油，咁你食入去嘅可能唔止係菜，仲有好多鈉。對年紀大、有高血壓、糖尿病、心臟病，或者腎功能本身已經弱嘅朋友嚟講，呢啲習慣真係唔可以當小事。相反，如果你只係將椰菜洗乾淨，蒸3至5分鐘，或者輕輕合一合，食得清淡啲，份量唔過量，配合正常一餐飯，有蛋白質，有其他蔬菜，有適量主食，咁椰菜就可以變成一個比較安心嘅選擇。記住，養腎唔係追求某一種神奇食物，唔係話今日聽到椰菜好，就餐餐食椰菜，聽到某種茶好，就日日飲幾大杯。真正對身體好嘅方法，永遠都係平衡、適量、清淡，仲要配合自己身體嘅檢查數字。特別係已經有腎病嘅朋友，你哋唔可以只靠感覺去估，唔好覺得冇痛就冇事。腎臟好多時真係好安靜，等到腳腫、小便少、人成日攰、胃口差，先至去理，可能已經拖咗一段時間。所以由今日開始，大家可以做一件好簡單嘅事，明朝起身去廁所，留意下自己嘅小便，有冇好多泡？泡係咪好耐都唔散？顏色係咪特別深？有冇覺得小便量少咗？朝早塊面有冇浮腫？夜晚對腳有冇腫到鞋都緊咗？如果有呢啲情況，唔好自己嚇自己，但亦唔好拖。可以同醫生講，想檢查腎功能，包括 eGFR、肌酐、尿液 ACR 同埋血壓，呢啲先係比較實際、比較可靠嘅方法。今日呢條片唔係叫大家經椰菜，而係想大家知道，60歲之後食嘢唔可以再只聽一句呢樣好補，呢樣好排毒，呢樣老人家要日日食。身體老咗，腎臟嘅負擔唔同咗，食法都要跟住調整。兩樣要少做，少飲濃縮椰菜汁，少食太鹹嘅醃椰菜。兩樣可以多留意，椰菜蒸熟少少先食，調味清淡啲，份量適中啲。如果你屋企有爸爸媽媽、爺爺嫲嫲，平時好鍾意飲健康汁，或者每餐都要食好鹹嘅醃菜，記得將呢條片分享俾佢哋睇。唔係要佢哋一下子全部戒晒，而係俾佢哋知道，原來一啲以為好健康嘅小習慣，做錯咗都可能令腎臟辛苦。最後，如果你想知道腎臟出問題之前，小便通常會有邊3個明顯變化，可以睇埋下一條片。因為好多腎臟警號，其實唔係喺醫院先見到，而係每日朝早，已經喺你屋企個洗手間入面出現。多謝大家今日一路聽到最後，希望大家由今日開始，唔係食得更複雜，而係食得更清醒。一碟簡單嘅清蒸椰菜，一個少鹽少糖嘅選擇，對60歲之後嘅身體嚟講，可能已經係一份好實在嘅保護。